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，这死伤真严重，到建筑的安全问题引起全国重视。新竹县即马是除了要求建筑的所有权人限期爱改善欠点以外，消防局嘛当咧真侪间的大楼安装警报器、加消防管等等的相关设备。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消防人员对侦测器喷压树。大楼警报连绵弹出声，新竹县这栋已经起超过40栋的大楼，早期是台北唯一一间电影院，目前改做套房细人使用。1楼阁有电动间甲卡拉 OK， 消防安全的问题特别受到重视。现在放心多了，比以前更安全。消防设备这一次因为要求蛮严格的，我们就跟着做。那我们给接的住户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他们觉得相对的很安全了。消防局针对老旧建筑物的缺失，除了要求改善，嘛斗3工加装消防设备，让老建筑完成改善进程，安全性会当先加强。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来检视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装的这些助警器以及这个灭火器，民众到底会不会使用，来确保这些老旧建筑物的住户能够有安心的一个居住环境。老建筑大楼产权复杂，佮加上住在内底的民众经济上较无遮好，消防安全嘛是老问题。为了避免不幸，消防局表示会注意改善进度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